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超正嘅纜車體驗。有冇諗過可以一邊坐包廂纜車一邊 high tea 呢？呢程纜車除咗提供熱茶，加錢嘅話仲可以飲香檳添啊！雖然外面睇落去同普通纜車一模一樣，但係內有乾坤啊！同平時嘅纜車完全唔一樣，超豪華，而且仲要係包廂添啊！纜車入邊有好多細微嘅佈置同埋擺設，空間寬敞舒適，又大又闊落啊！沿途仲可以欣賞谷村岳嘅靚景，擺設有仿真蠟燭、好靚嘅復古風露營燈。另外，纜車入邊都有提供暖嘅電墊同埋毛氈，唔使擔心會凍親㗎。Finger fruit 有4-5款，有鹹有甜，亦都有常溫水同埋熱茶提供。一邊嘆茶一邊睇呢個景色真係好正。經過個站嘅時候，職員仲同我哋影相，之後仲收到小禮物，好開心啊！無論係車窗內定車窗外都好靚啊，沿途可以好清楚咁睇到滑雪道，當然仲可以睇到呢個壯麗嘅日本白名山谷村岳啦。由土峽口去到天神坪，每一次係15分鐘。呢個纜車一共坐咗3趟單程，時間眨眼就過啦。落車之後，職員仲送咗個可愛嘅媽咪。終於落車嚟到天神坪啦！唔滑雪嘅話呢，呢度仲有免費提供玩雪嘅玩具。我堆咗成個 Miffy 軍隊啊！望翻啱啱坐過嘅纜車，個景真係好靚啊！另外仲可以體驗滑雪橇，都係免費㗎，好好玩啊！之後我哋喺天神坪嘅餐廳嗰度用餐，當然試埋佢呢個招牌菜古拉灘。如果中意滑雪嘅朋友呢，可以喺呢邊滑雪㗎。回程就坐翻普通嘅纜車，呢個非一般嘅纜車之旅真係好正啊！